过去关车的爱心行动拢是针对人，不过这回伫议员李启伟的建议，每下民间力量，包括当年伫国外吴湖美律师以及大爱药局，拢来关心流浪动物的需求。列管这台专车作为协会运送物资、紧急救援甲送用宣导。14号正人伫议员服务处正式关检，场面相当危险。我们家族里面，他姑姐姐那边也都是喜欢养一些狗，当然跟一些猫啊。对于狗跟猫，他觉得是一种平等的那种人生看待，所以姑一直都想说，那对于狗的这些都 OK， 对，所以才会有就是说，那我们既然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世间上的所有生物也都属于平等性的，所以姑才会很努力，那很 OK 的答应说，就是让。在这个动物协会这个部分是完全是可以接受。我们非常感谢吴女士就是这位姑姑啊，这改这样子的一个善心啊，真的为社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温暖啊。今仔日捐赠这台的这个动保这个箱型车辆这个也会替我们这个动保方面我们这个协会增加很大的一个。力量武器啊，这也有可能是全台这个首创这个第一台捐赠这个我们动保这个相关单位团体的一个车辆。议员李启伟延续前议员李文正积极争取市府增加记载甲落实的处理经费，不过因为流浪动物的繁殖速度真紧，若无政府甲民间合作，效果将大大拍折。所以该专车对动保团体意义重大。我们协会我们主要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决议替代扑杀，一直不断的在帮外面的流浪动物做这个决议，来减少流浪动物造成的社会问题。那么今天有了这一部的新车让我们尤其是让我们在这个我们除了决议之外，我们另外还有所谓的送养宣导。那么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在送养、在宣导方面那么因为这一部车，让我们有更多的方便，可以说对协会是一支新的生力军根据了解，吴湖美律师除了关动保专车，后续也有2台车要关乎调薪、庇护工厂以及装备各种棒球队，相当使人敬佩。今日新闻，军事林英光采访报道。